水龙烟雨。陈永信以武文成都大军困住，名是五谷战争。这时阵，继续保护性命之险，冲入中围左线路。武文成都用人海战术，利用兵卒牺牲，消磨掉因两人的体力路。武文成都亲自出手。然后金雄当对陈永信不幸就擒了。将军啊，已经擒了，现将两人送我新上判罪，遵命。上衙还债吗？爹亲呢？上衙还债吗？今日武文成都出擒金强甲陈永信，这个人是闻名天下朝廷的钦犯，请上衙来给判刑。爹亲呢？今日哦，你赶紧将因两人给放走，让他到安全的地点。我这我是条老命会甲伊做伙去啊！爹亲，你到底怎样想？你唔能我来，唔能我来，你若我来，我会头壳个对地。今日将金强甲陈永信给放走就是。恁两个到底什么人是真的金强啊？我就是金强二叔宝，老贼。这次要你活命，后处你都要谨慎了。刁亲，你为何叫我小凤因两人呢？金强头多举地剑甲压在咽喉，你若无帮因两人走，我即刻会死亡。刁亲，金强和我甲伊抓着了，为什么还阁有金强甲你压在咽喉呢？啊，我头多伫山林内面看起来，两个人的面容都差不多啊。到底金强有什么邪术？来啊，加强戒备，赶紧再出双倍赏金，挖捉金强归案，遵命。可恶！累出连累大哥受亏，陈永信本心有愧啊！你看我有像金强吗？哦，难道你唔是？我乃是山海野人李靖。有一天，金强在救赎一生的中间遇到我，伊也时常提起价流店结义39乡之事。恁39人兄弟感情都袂歹，但是环境不容许。不容许恁淡无相知，李仁兴面容与我真大个相顺呢。在随同期间，我可以自称是皇帝第一剑客，我装想就成想。但是天下间特别看我的真面目，只有4个人啊！哦，只有4个人，到底迄4位是谁呢？李世民、听高金、金强甲吴志强4人啊！劣者指望看你的真面目呢。
你无够格。因你意志无坚定的人，无够格看我真面目啦。那呢，阮39兄弟之间，只有3个人，互你认定是英雄咯。正是，先相信你的当心，你的才业。我真大哥安然无恙吧？伊是我的好友，绝对无事。过时咯。我是无够格看天下第一剑客庐山真面目。我意志无坚定的人，哼，说得无错。啊，真大哥，你的心声永远留在我脑海中。讲什么人情，讲什么义理，一切先过去。既然有缘做友谊。往事何必再提起？万事不过为一时，则灭淡我了志气。无论对我怎放弃，我只是勇敢忍落去，忍。台元帅有征达啊，楚王，我派你领兵去攻打郑州，你有注心无？禀楚王啊，我咧想啊，若是派我做元帅，有trí强甲听高金啊，因做左右先锋，这是真赞啊。可是，咱若来甲瓦岗来合并吼，安尼是比较较妥当。你咧，呸！你乱讲就乱讲啦！本王才派出这个月行三者、青行三者要去暗杀这个李世民尔定，啊！你今日讲得要甲合并，你明明是乱讲乱讲啦！啊，月行三者，青行三者，迄都。等三等五，你洗身躯呀！啊，我用布袋遐哩。那是别紧。主公啊，这拢老啊老千啊，阮三个人叫我用布袋袋咧，怎安尼甲我杀去落咧洞内了？启禀主公啊，这三个是色龙啊！啊？万同事，你佮讲一摆看卖。主公啊，这三个是老千老啊。主公啊，这三个是色龙啊。因三人是文武全才，安怎你们三个人怎么不搞的呀？做出这个不好听的事情来呢？这个，回头个头甲压起来，喂！人都无睡了。
恁大家拢听我清楚，坦白甲你讲，阮三个人就是这个真命天子李世民的部将。恁真大胆甲派暗杀队在侵犯我江啊！你罪该万死你哈！归顺我江生命这安全，若无随啊随的牵到你密密麻麻。啊！没错啊！哦，这王兴兵来还了。你没有看见我现在这个处境要怎么办呢？哎，曹王你别烦恼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哦，互阮三人领兵来甲应付，都真济啊！你咧，安尼好。如果恁三人若是当拍倒这个济王一兵马，安尼我就照你意思来去归顺恁瓦岗。如果你若是拍袂倒，你就爱做我的部将，受我的指挥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哎，吴志强啊，哎，老兄啊，出来甲伊拼哦。对哦，生本爱甲伊拼咯。好，大家出兵啊！命高今啊三个兵，我讲你不听着你了。我有志强回团头，恁捌听着心啦？救命啊！非常的厉害，厉害非常。安尼我曹王愿归顺李世民咯。安尼对，恁这兵马统统拢甲款来这边，也去瓦岗找阮主公李世民，也我小是通脾气吼，恁去绝对安然无恙啊！你会写袂写？会啦，袂写。啊，你写嘛共款啊。我来写，我来写。哦，曹王啊，恁拢坐倒去啊！咱这大家拢兄弟，你看对唔对？对啦对啦，大家拢兄弟，一旦恁三人唔甲阮去，啊，恁是要创啥戏啊？嘿嘿，阮三个还阁有真大的代志要办就对啦。总共呢，爱找阮老大的真强睡甲着，才有倒转去瓦岗啦。呵呵，原来安尼恁三人特别离开，都爱小心小心哦。多谢多谢你的关怀，多谢曹王你的关怀啦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恁三人哦。将阮三人啊杀苦啦！这个不好听的，不要讲啊，不要讲啊！要阮三人以后亲事要怎样就好。你靠背啊！你不要讲，你不要听啊！你必须好，你没有听啊！乱讲的乱讲的。中国人来呀，准备到瓦岗这归顺就是了。头地金开送红票，西风吹动金箭炮，安金坐定顶酒盖，吹倒江水耶，坐天条。我的王啊，永南王国是算事业，金洞炸掉在银汉殿中将官。有事报过来，叫曹王的报，一个叫水手，一个好斗的，一个后面的拍给落我流水啊！九龙绑铁，将铁，好，遵命。头一天都车动我入去，哼！将文官武将，有事再报过来。兵王家千秋，昨日有来一队人马8,000多人，首领叫做洛阳王王世昌。伊讲要来觐见大王你，王世昌是一位读册人，也是诗画专家。伊为了一百个青花图得了太守的官职，讲起来伊是水调之神，来者必有大事。好，调见他吧。反正王世昌觐见咯。王世昌叩见永南王千岁千岁，免礼免礼。你是水调之神，何要见反王呢？隋炀帝阳光无道，天下起了公愤，各路反王要吹倒隋朝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时运不济，被隋军打败，今愿投靠永南王，望你容纳之。哈哈哈哈！王世昌，你明智啊！本王不久成就霸业咯，是
请问王家，咱陈州兵有偌济呢？陈州兵马有30万，我的亲家迄边，也有30万，共计有60多万了。这王是你的亲家吗？数日前，伊派人来提亲，我也未正确答复，因为我礼仪到山东去探亲未回，也许这个已经先定局了。可喜可贺啊！来人啊，来，明都书特办上品名菜招待洛阳王，好，遵命，请进宾馆啊！多谢。林王家，小姐回来喽！啊，我女儿回来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王万福，雅魂，恭喜恭喜啊！父王喜从何来呢？这王之子张昭与你定亲咯。父王啊，你答应了吗？原则上是答应，但是要你倒转来才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啊。父王，女儿不嫁张家啦。怎样讲啊？唔嫁就是唔嫁啦。哎呀，你戆查某囡仔哈！你张家甲咱是门当户对，而且有30万大军可助你父王成就霸业啊！父王，我的亲事已经许愿一个人咯。啥人？啥人？听我讲明。遵命。金强之速报。虽然你在车上拿拍死命我解救你的性命，但是你也知影金强是这个水调的钦犯呢，无偌久会掠去斩头啊！爹位，莫说我对伊一见钟情，莫说伊是我的救命恩公，因为我问伊的名，伊讲伊真强如雪宝，马上就离开。对面拄啊一间福德寺土地庙，我就跪在土地公的面前许下誓愿：天下间除真强以外，啥物人我都唔嫁咯。啊爹喂，你若有疼惜查某囝只，赶紧派人去找真强来甲我完婚啊！哎呀，雅魂呐，这王之子是大大的族呢，迄款你唔嫁，你嫁迄个真强流浪汉，呀，这个我头疼。爹喂，你若唔成全我，我就要来落发做尼姑咯。对，稍等咧，你若去做尼姑，我都孤困咯。好啦，来啊！郑州一带地拢甲我打过死啊！啥物人若是找到真强来招，赏银200两。怎么样啊？多谢爹啦！哼，饲查某囝，确实咧饲猪。哇，听到金啊，不敌强啊！这个郑州一带地拢打过死，得要找阮大哥了。到底唔知要找啥货咧？若找到赏银200两来了。唔知好康的啊，歹康的咧。对，我来甲问这个兵书看卖。来借问吼，恁大哥是得要找这个真强真叔宝，到底是为虾米代志哈？也都为着阮小姐的代志啊。
哈哈，安尼我了解了解哈，多谢多谢。你有听到无？哇，我有听到呢。若找到大个哦，小银200两，这有人袂算少呢。以我准达啦，安那？你定伫咧出主意，我看吼，即该主意互我出。好啊，看有啥物好主意，讲出来做参考哦。毋是做参考啦，我若讲你就爱做啦。好啦好啦，就讲出来嘛。你来扮作咱老大的模样，来去领小迄个200两银，先煞探看这个永南王是好人还是歹人。假使永南王若歹人，要掠咱大，我即摆气到稳当当鸟鼠入屋，甲你要带翘去。伊若毋敢办，互我来办。打你有花炭头，先洗嘛洗袂白。你敢知咱大是生做啥物款模样？咱大真出名的人，一定是甲我共款。出名甲你这乌面的共款。大是白面朱唇，文质彬彬啊，一挂柔泪光，风度翩翩啊。你这个乌面的要哪办会成啊？对，我这个白面的来办才办会成。但是迄2撇鸟马手爱甲你们收起来。好啦，办就办呢。办起来哦，有6分成呢。讲话讲看卖，讲看卖哦。这个声袂通啦，咱大个声啦，讲看卖咧，唔通漏开。经史托万卷，武艺18番，非是夸大口地用两相传。哇，真强啊！安尼小可会通哦。哈哈哈哈！龙在礼貌啊，嘿啦，龙在礼貌了。尤俊达化为真强模样，同吴雅环小姐结婚，双双震动网络。这个时阵的听到音乐，不敌将提心吊胆，尤俊达的秘密会被揭穿吗？瓦岗之战，杨林最后用火麒麟做前队，要冲出瓦岗之路。这个时阵，真强火到瓦岗这边破火麒麟路。真强会当低调破山龙杨林嘛，请看续集便知分晓，水动。